妈，我回来了。Happy birthday！ 哇，你收到好多礼物哦。对啊。你看，妈妈帮你外叫了一桌你爱吃的。Love you, mom。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啊，对，我也跟 Justine 老师请假了，今天你就好好享受生日假。爸那边 OK 吗？喂，对，我们已经要出门了，对，这半小时的高铁。好，你先帮我们 hold 一下哈，好。哎，宝宝，你好了没？他们在吹了。That's what I'm paying you for. Get it done. 放你一天假，落后的进度明天自己记得补回来。发文单字回来我会抽考，还有你上次化学考的实在是太差了，帮你换了个老师，认真一点。过了今天，又大了1岁，要更懂事。想当初爸爸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广广，这是爸爸跟妈妈送你的生日礼物。我们会出门几天，你有事情打电话给我。OK。Happy birthday。